喺西方世界 ，Halloween 嘅夜晚，主角係細路，佢哋會着上可愛又嚇人嘅造型，一家一家咁拍門，然後興奮咁大叫 Trick or treat! Trick or treat! 呢個係一個關於糖果、童真同埋倫理溫情嘅故事。但係喺香港呢座以效率、壓力同實用主義聞名於世嘅城市，Halloween 上演嘅係一個完全唔同嘅劇本。喺呢度，主角唔係細路，而係一班成年人。Trick or treat 嘅禮貌拍門，變成咗蘭桂坊嘈到拆天嘅音樂同人潮。可愛嘅小鬼怪變成咗一個個精心打扮、鬥靚鬥搶夫嘅電影角色同埋熱門 memes。我哋不禁要問一個問題：究竟香港係一座點樣嘅城市，會將一個充滿童趣嘅西方鬼節徹底改寫成一場專屬於成年人近乎戰鬥格嘅 cosplay 狂歡呢？今集我哋就將鏡頭對準香港萬聖節嘅心臟地帶蘭桂坊，深入拆解呢個我哋熟悉但從未深思嘅文化現象，揭露喺呢場年度百鬼夜行嘅背後所隱藏嘅關於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壓力釋放，同埋一套獨特嘅社交貨幣遊戲規則。要理解香港嘅 Halloween 點解會咁獨特，我哋首先要明白西方萬聖節最核心嘅傳統喺香港呢片土地上，由一開始就注定水土不服。Trick or treat 呢個逐家逐戶拍門攞糖嘅傳統咧，需要一個重要嘅前提，一個以獨立屋為主、鄰里關係緊密嘅社區，大家街坊街里互相認識，啲細路可以安心咁喺條街度跑嚟跑去。但香港嘅城市結構根本就係打直嘅，我哋住喺一個個火柴盒組成嘅摩天大廈入邊，對面屋住咗10年都未必知對方姓咩。我哋屋企度厚重嘅鐵閘就好似一條神聖不可侵犯嘅結界，喺一個連隔離屋住緊邊個都唔知嘅石屎森林入邊，你真係好難想像會有細路夠膽去拍陌生人嘅門，而屋主又會咁好心機準備定糖果等佢哋。所以 Halloween 傳入香港嘅初期，只可以喺國際學校、私人屋苑或者美國會所呢啲小圈子入邊存在。對於絕大部分香港人嚟講，呢個只係一個唔關自己事嘅鬼佬節日。咁佢又係點樣突破圈層，最終演變成一個全民狂歡嘅盛事呢？答案就係香港呢座城市最擅長嘅一樣嘢——商業化。大約喺90年代末、2000年初，兩個重要嘅商業引擎為萬聖節呢團微弱嘅火苗注入咗強大嘅動力。第一個呢係海洋公園嘅哈囉喂，佢將恐怖呢個元素呢變成一個極具吸引力嘅主題公園體驗。而第二個更關鍵嘅引擎就係蘭桂坊啦。如果話香港嘅萬聖節係一個故事，咁蘭桂坊就係呢個故事嘅絕對主角，係佢一手將萬聖節由一個細路玩意重新定義為一場大人嘅派對。蘭桂坊嘅基因決定咗佢對萬聖節嘅改造方向。蘭桂坊嘅核心係咩？係睇人同俾人睇。佢本身就係一個充滿表演性質嘅社交場所，啲人嚟呢度唔止係為咗飲杯嘢，更加係為咗展示自己，識下新朋友。而萬聖節扮鬼扮馬嘅傳統，簡直就係為蘭桂坊呢種表演性社交提供咗一個最完美嘅藉口同舞台。於是，一個全新嘅遊戲規則誕生咗。喺蘭桂坊嘅 Halloween，大家追求嘅嘢唔再係糖果，亦唔係純粹嘅恐怖，而係一種更貼近現代網絡世界嘅嘢。我哋稱之為社交貨幣。所謂社交貨幣，其實就係喺呢一個注意力稀缺嘅年代，你能夠贏取到幾多關注度同記憶點，你嘅造型有幾獨特、幾有諗頭、幾跟得上潮流，直接決定咗你當晚可以賺取到幾多呢種貨幣。呢啲貨幣嘅形式可以係朋友之間嘅一句讚賞，陌生人嘅一個集郵式合照請求，甚至係最重要嘅一張可以放上 Instagram 呃到無數 like 嘅相。喺呢個遊戲規則底下，你嘅造型就係你嘅參賽作品，而蘭桂坊就係嗰個最大嘅展覽館啦。拆解到呢度，我哋似乎將香港嘅萬聖節描繪成一個充滿計算同虛榮嘅社交戰場，但呢個只係事實嘅一半。如果我哋再深入一層，去問一個更根本嘅問題，點解香港人會咁需要一個咁樣嘅夜晚呢？點解我哋願意花幾百甚至幾千蚊去準備一套只着一次嘅衫，忍受住逼到窒息嘅人潮都要湧入嗰個小小嘅街區呢？答案呢，可能就收埋喺我哋平日嘅生活之中。香港係一座高度規範、壓力爆煲嘅城市。由細到大，我哋被教育要守規矩，要考好成績，要揾份正當職業。到我哋出嚟做嘢，
每個人都扮演緊某個專業角色，一個斯斯文文嘅 OL， 一個嚴肅嘅律師，一個服務周到嘅店員。我哋嘅一言一行都被一套無形嘅社會規範綁住。我哋每個人其實日日都喺度 cosplay 緊，扮演緊嗰個社會期望我哋成為嘅自己。而蘭桂坊嘅萬聖節就成為咗呢個高壓煲唯一嘅宣泄出口。佢係一場全城嘅變裝狂歡節。換個角度諗，我哋平日返工戴住嘅係一個被動嘅面具，佢嘅作用係符合社會期望，隱藏我哋真實嘅情感同個性。但係萬聖節呢一晚，我哋戴上嘅係一個主動選擇嘅面具。呢個面具嘅目的唔係為咗隱藏，反而係為咗解放同埋表達一個平時被壓抑住嘅自我。你揀嘅角色往往投射咗你內心深處嘅某種渴望，可能係對力量嘅嚮往，對混亂嘅迷戀，又或者只係單純想搞笑，想帶俾人歡樂嘅童心。喺呢一夜，你可以暫時放低你平日嗰個沉重嘅專業面具，然後理直氣壯咁戴上另一個你真正想扮演嘅更瘋狂、更出格、更天馬行空嘅面具。你可以係拯救世界嘅超級英雄，亦可以係毀滅一切嘅終極反派。你可以係優雅嘅公主，亦都可以係嚇死人嘅厲鬼。喺呢一夜，無論你扮咩，都唔會有人覺得你奇怪。呢種匿名性同埋非日常感，為我哋提供咗一個極度寶貴嘅可以暫時逃離現實嘅機會。嗰晚嘅蘭桂坊就好似一個巨大嘅異世界傳送門。當我哋踏入嗰條斜路，我哋就暫時脫離咗現實香港，進入咗一個冇規則、冇束縛，只有純粹狂歡嘅樂土。所以蘭桂坊嘅萬聖節表面上係一場鬼節，但係骨子裏邊，佢其實係一場集體嘅情緒宣泄。我哋扮成鬼怪，其實唔係為咗嚇人，而係為咗嚇走自己內心積壓咗成年嘅疲憊、焦慮同埋壓抑。我哋喺街上面見到嘅唔係鬼，而係無數被現實綁住嘅靈魂，喺一年一度嘅短暫自由之中盡情狂歡。所以當我哋拆解完成，就會發現香港人並非唔識萬聖節，相反，我哋用咗最香港嘅方式，將呢個節日徹底本土化，賦予咗佢一個全新只屬於我哋呢座城市嘅獨特意義。我哋因為居住空間嘅限制而玩唔到 trick or treat 嘅社區溫情，但同時我哋又因為精神空間上嘅壓力而創造出一個比任何地方都更盛大、更狂野嘅蘭桂坊狂歡夜。呢個俾我哋重新演繹過嘅萬聖節，其實就好似一面鏡，照出咗香港呢座城市最真實嘅樣貌。佢好擠迫，充滿競爭，壓力巨大，但係同時佢又極具創意，充滿活力，而且永遠識得喺最嚴密嘅規則之中，為自己揾一個可以盡情釋放嘅出口。或者一座城市究竟需唔需要一個鬼節，正正就反映咗呢座城市嘅人究竟有幾需要一個可以暫時唔做自己，又或者可以暫時做返真正自己嘅瞬間。最後，我想問下大家一個問題啦：如果撇除所有人嘅目光，你可以 cosplay 成任何一個角色，你會揀成為邊個呢？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答案。如果鍾意我哋嘅內容，歡迎訂閱我哋。我係你嘅心流導航員阿玲，我哋下一集再見。